今年嘅國際馬拉松破紀錄有55,000人參加，一如往年，馬拉松同埋半馬拉松喺尖沙咀作起點。結果肯尼亞選手以破大會時間紀錄獲得馬拉松嘅冠軍。張志豪報導。唔理係唔係世界級嘅跑手，又或者係本地嘅長跑健兒，佢哋都一早喺尖沙咀附近一帶爭取時間做好熱身。半馬拉松首先出發，跟住起步嘅係馬拉松賽事。馬拉松起步儀式由行政長官曾蔭權主持。大會嘅估計，馬拉松有成8,000人參加，而半馬拉松就有14,000人報名。香港最大型嘅長跑賽事，又點可以冇香港長青樹以白一份啦？為咗配合比賽順利進行，有關嘅政府部門將青嶼幹線、青葵公路、西隧等作出封路，等比賽可以順利進行。馬拉松嘅跑手一直係沿住青嶼幹線進發，21.0975公里嘅半馬拉松跑手就會喺長青隧道之前折返，而跑42.195公里嘅馬拉松跑手繼續向住汀九橋同埋青馬大橋作折返，然後佢哋會經西隧返返去香港，以維多利亞嘅終點作最後衝刺。結果肯尼亞嘅跑手湯馬士就以1個鐘頭09分17秒獲得半馬拉松男子組冠軍，而香港跑手紀嘉文就為港爭光，佢以1個鐘頭41分50秒獲得第3名。今次個成績其實都滿意啊，因為都做到自己嘅個人最佳時間啦。咁但係你話其實可以再做好啲咯，因為喺頭嗰15公里咧嘅路段，其實個時間個 target 係1個鐘頭10嘅，但係頭15公里之後咧就開始體能開始下降得好緊要，同埋一出西隧嗰段路比較大風啦，維持唔到個速度咯。而重頭戲男子組嘅馬拉松冠軍就由另一位肯尼亞跑手基哥拉莫比以2個鐘頭14分57秒勇奪錦標。亞洲電視記者張志豪報導。